当会众咧唱第一节的时阵，恁对副歌开始唱，所以副歌是伊了吼来啊，所以假使恁有兴趣的，较好小看吼，有兴趣的当唱第二部吼，第二部来，我预备会众来吟啦吼，会众来吟，那我等下请信歌队来协助加第二部入来吼，来预备来。我的心里着了主，有了主眼光鲜亮，我的心里唔通畏惧，一切好事是主所了。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所以我们，对，先歌队是要唱第二部开始到第一部啦吼。第一步会当合唱的，咱合起来，迄个歌声会无啥共款吼。啊，我要请会众，只要吟第一步就好啦吼，第一步就好吼。来预备，那第一个音来预备，来。我的心里着了主，着了主眼光鲜亮，我的心里唔通畏惧，一切好事是主所了。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等一下，咱就听师会的长老带咱要吟几遍。不过我邀请咱大家第一遍会当做伙，第二遍就请献歌队和第二部入来。咱这条歌其实会当吟3遍。咱求上帝帮咱，互咱娱乐的声就伫伊的会堂内底来出现。第二首诗嘛是新的歌，我要邀请咱来献开圣诗第541首。咱来听琴调一遍吼，这条歌可能不能太慢了吼，要快一点吼。来，预备，来，咱小可读一下吼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听着分享，唔通丢除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听着分享，唔通放弃，把机会传出去。好，这个副歌的部分吼，是第二遍过吟的时阵，咱来。音乐管啦吼，所以咱会来吟一遍就好吼。这条歌真简单，总是这条歌真有意思。伊咧鼓励咱讲，咱爱将听传开。所以等一下，若音乐较熟的，你就会当把边仔迄个人来看一下，就是咧唱的时阵，就爱提醒伊讲，咱就爱将听传出去吼。来，咱来吟一遍啦吼，预备，来，将听传出去。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
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听着分享，通丢丢，快快乐乐传出去，听着分享，通放弃。把机会传出去，第二遍来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。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听着分享，通丢丢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听着分享，通放弃，把机会传出去。请咱把机会将听传出去，愿上帝话，上帝听。伊的快乐，甲咱做伙伫地。咱即是安静咱的心，咱三甲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。请老师走甲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尊敬的人才是聪明。咱三甲来吟诗306首。我的心立着俄罗主，会将车起立，吟全首。第一摆，咱齐声来吟。我的心里着落主，着落情人。
的心你唔通袂记，一切好事随主所行。阿罗花主，我的心你着阿罗主，阿罗花主，我的心你着阿罗。来，第二摆圣歌队，请第二步。我的心你着阿罗主。我乐主天高显家，我的心灵堂为主，一切好事就落家。我乐主，我的心灵堂。我的心是主，来第三摆。我的心里着落我主，有心里天高显家，我的心灵堂为主，一切好事是主落家。我的心是主所定。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。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搁公堂的教会，圣徒会相通，罪赦免。肉体会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，请坐。启用第26篇，也是诗篇111篇，我来启会将来引，着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自集的大会中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。上主行奇事，互人纪念。伊使美娘互敬畏伊的人。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有大权能。伊的手会所做信实公平，永远袂改变。伊救赎伊的子民，甲因定永远的约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。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。咱三甲额头祈祷，亲爱天父上帝，阮满心感谢阿罗你，因为你赐下耶稣成做阮的救主。
照着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定死伫十字架顶，流出宝血，担当阮的罪过，佮赐予阮活命甲圣神，互阮会当坦然无惊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的拯救，阮的牧者，阮的快乐，佮是阮及时的帮衬。主，你设立属于你家己这个大属灵的大家庭，桃园教会，正做你重要的器皿，福音的出口，保守牧者，甲正中职同工，拢会当忠心徛稳伫主的言语，带领犹群进入教会，正做圣徒的模范，保守你的子民脱离这个世界的邪恶甲诱惑。求圣神开阔因属灵的目睭，会当看见属上帝的代志。今日接着牧师的信息透棒，用油抹伊的嘴，赐予伊属灵的智慧，佮有圣神的同在，互阮会当来学习行公义好怜悯的功课，互公义的心被拍破，心智互你来过旧换新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愿你的国降临伫台湾，愿你将王权坐大位，拯救台湾每一个失丧的灵魂，互万百姓因为你得到真正的平安甲福气，无搁沉沦伫罪恶的捆绑，带领侪侪无道友，会当照着咱会传出去的福音，会当真正得到的平安。求你赐福互国家元首。政府官员，互因会当用谦卑的心，甲你相同行，赐互阮良善的社会甲环境，安定的政治甲经济。若是合着主你旨意的，求主你来成全应允；若是出着迄个歹的，求主你来主动看顾。愿安尼感谢祈祷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咱三甲来听上帝的话，伫个录得记第2章。第1到第13节，拿俄米有一个亲情叫做波阿斯，是大财主，是伊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。摩押的女主罗德对拿俄米讲：“我想要去园里，通对我亲戚人的后面捡麦穗。”拿俄米就对伊讲：“查某囝，做你去。”伊就去园里，对伫收割的人后壁捡麦穗，真拄好。这个园是以利米勒的亲族波阿斯的。拄迄时，波阿斯对伯利恒来，伊对收割的人讲：“愿上主甲恁同在。”因就应伊讲：“愿上主赐福你。”波阿斯问收割的工头讲：“这个少年查某囡仔是甚物人引导的？”收割的工头应讲：“这个摩押的女子是对伫拿俄米对摩押地转来。”又讲：“准我伫收割的人的后面捡落来的麦穗。”伊对早起无闲到单，拄啊才伫寮仔困一时啊那尔。波阿斯就对路德讲：“查某囝，我甲恁讲，毋通去别个人的园捡，嘛毋通离开遮，着对我的女工对好调，看工人伫搭一窟园咧收割，着对伫女工后面捡。我已经吩咐工人，袂用得甲你创治。你喙焦的时，去水桶遐啉工人抢来的水。”路德拍落去，跪伫涂骹对伊讲：“你哪会遮对我遮尔好，遮尔关心我这个外国人呢？”波阿斯因伊讲：“你的丈夫死了后，你对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人拢甲我讲啦。你离开你的父母甲故乡，来住伫这个生分人的中间。愿上主照你所做的报答你。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10个的避难，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。”路德应讲：“
你对我遮尔好，虽然我做你的女婢嘛袂堪得，你也顾安慰我，佮对我你的女婢亲声讲好话。愿主祝福听伊话佮去行的人，赞美。请献歌队伊要赞美的歌是有人要替你祈祷。
正道请吴牧师伊要传讲的信息是上主祝福满满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1972年，联合国召开会议了后，发表一个宣言，叫做斯德哥尔摩宣言。因为这个会议就伫这个所在召开。斯德哥尔摩宣言通讲，就是全球地球咧讨论，咱这个地球永续发展、环境保护的起点。所以，这个会议后来也被称作地球高峰会。过20天，1992年伫巴西里约所举行的地球高峰会，通过一个公约，这个公约叫做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。目前，全世界有197个国家来签约，伫这个公约顶头签约。咱爱知影，这个签约是爱经过国家的议会来主张决议了后，才有法度来签约。所以后来就组成一个会议，这个会议是逐冬拢会举行。逐冬这个国家，这个签约的国家会举行一个会议，来讨论怎样来面对气候的变迁。这个会议简称就叫做 COP。这个会议实际上，斯德哥尔摩这个会议，就是我一开始所讲，1972年这个会议约定每一冬的6月5号。今仔日是6月4号对无？6月5號就是明仔载，叫做世界环境日。台湾对1970年代开始，因为环境污染，就开始有人展开公民的行动。实际上，真早就有基督徒的老师甲学生投入。我会记我伫1993年去到台南大专中心开始接触。在大专生的时阵，台南的环保联盟的总部就是设伫台南大专中心内底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环保联盟是安怎来？就是早期先台有一寡环工系的老师甲学生，基督徒的老师甲学生，带学生去调查二人溪的环境污染的情形。当时才会发现，伫1980年代真出名。迄叫做戴奥辛，这个世纪之毒。我毋知影大家有印象无？因为这已经40几冬的历史啊。这叫做世纪之毒，这其实就是环保联盟开始的源头。迄是一群清代的环工系基督徒的老师带学生去调查来的。后来1987年开始，这关心环境变迁新环境基金会、主妇联盟、环境保护基金会以及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的成立。台湾政府上年也设立行政院的环保署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嘛，伫1988年来成立。中央教会总会伫1999年，就是第44届。就定6月第1禮拜，就是今仔日，这个主日6月第1禮拜叫做環境主日。我毋知咱大家知無？也因為是接近6月5號的原因，目的是要提醒咱這個基督徒。咱真做上帝的百姓，咱爱学主的模样，就亲像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6节，主行遍看见就怜悯，伊的怜悯，互伊采取行动去教育、宣讲、甲医治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咧对咱讲一项代志，设立这个主日。介成无啥物特别诶，嘛无爱，毋是要逐人讨奉献，无，总是设立这个主日是要提醒信徒爱的基质。咱
毋是活伫一个水泥所控起来的所在、保护的所在，咱是活伫咱所脚踏的土地顶头，所以咱对咱所伫地的土地，就有即款的责任。所以，请你你边仔的人讲，咱爱有责任无？爱有责任对人，嘛对咱所活的这个世界甲土地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求主帮助阮，互阮听见你的话，知阮有份伫你所想事创造的世界内底，帮助阮知阮怎样有责任，甲你做伙来管理这个世界。主，你虽然交托阮有这个权，总是常时，阮也有这个责任去发现，是毋是阮的作为破坏你所创造的大自然。求主怜悯阮，赦免阮，赐阮气力甲智慧，互阮知怎样去做，回应你所想事，互阮遮尔美好的世界。阮安尼祈祷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生态神学家 Larry 伊捌安尼讲，伊讲所有拯救地球的努力，拢需要用鸭耳孔听人的啼哭，以及地球的哀求做起点。生态的困境，毋单是自然环境受破坏的问题，生态环境有时阵更加牵涉着人痛苦的根源，就亲像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纳尔米伊所拄着的，伊甲因兜的人被迫爱离开伯利恒，伯利恒叫做米仓咧。结果，因需要因为米仓无米啊，饥荒、土地无搁生产，来离开因兜。总是上帝透过更新、定新出产以及人的分享，随上上帝话嘛咧对咱讲，伊要医治甲保护，才会因为。世界地球变迁的过程内底，互人拄到的困迫甲困苦，所以因伫遐嘛，因为安尼来得到医治甲保护。罗德记第2章第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纳尔米有一个亲情，名叫做波阿斯，是大财主。是伊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。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情，即字通讲是支派，就是宗族，所以迄个真大。亲情有可能1300里，总是伊的身份毋若安尼。因为后来咱读到波阿斯对路德是讲安尼。路德记第3章12节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确实是你的至亲，有义务延续你的世系。迄个原文是赎回，延续这字是原文其实是赎回的意思。赎回其实是一个真特别的字词，这表示因的关系其实是更较亲。更较近，近到波阿斯是有资格，波阿斯有资格来赎回以利米勒产业的亲情之一。赎回这字其实除了强调彼此关系亲密，更较要紧的意义就是责任，包括。迄个赎回，包括是爱带已经过身兄弟的某生囝留名，赎回落地甲土地。后来赎回即字也延伸，成做上帝甲伊百姓的关系，
就亲像以赛亚安尼讲，以赛亚书第52章第30是安尼讲，讲上帝要赎回伊的百姓。所以这个赎回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。潘阿书咱读到圣经一开始就对咱讲，第2章一开始就对咱讲，伊是大财主，伊是大财主。实际上，大财主这字无真准确，因为伫另外一个翻译《士师记》内底咧翻译这字的时阵，是来翻译做强猛的勇士。咱若读《士师记》就知，这字时常出现强猛的勇士，伫遮煞翻译做财主的。迄个强猛的勇士意思就是啥？伫原文内底，指的不只是有钱人呢，这毋是咧指有钱人哦，这是咧指迄个军事顶头更较有能力的人，会当形容做有力、效能甲勇士。咱爱知影，伫迄个时代，士师领导的时代，是一个战乱不断，需要有勇士来保护家园、家厝内底的人，迄款的人。所以波阿斯就是即款的人。波阿斯的名，咱其实真正的意思，咱今仔日无啥清楚。不过伊的义军是满有能力。然后波阿斯搁较是《列王记下》上卷第7章21节，波阿斯搁较是所罗门圣殿头前倒边条仔迄个名呢，所以是2支条仔，其中1支条仔的名就叫做波阿斯。所以咱就知波阿斯应该是一位当时看起来真有勇士，然后透过伊的气力得到在世受尊重的人。路得记第2章第2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摩押的女子路得对拿俄米讲：我想要去园林，通底伫对我亲切的人后面捡麦穗。拿俄米就对伊讲：查某囝，做你去。咱来知影，伫古早的时阵，以色列其实田拢是公家的，大部分即庄内底迄个田是公家的，彼此只用细粒石头来为家己所种的。然后伫无用的时阵，当时的人嘛会互相斗相共。这个第2章的第2节，伫遮其实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，因为路得是外邦的女子，可能无真熟悉利未记23章22节的意思，伊并无读真清楚。所以第2章第2节真正原文的意思是讲，互我缀伫啥物人的后面去捡遐个未收割的麦穗。咱爱知影利未记23章22节，上帝的话是安尼规定，就是亲像伊即种寡妇会当捡的，是收割了后所落落来的麦穗，以及迄窟田、迄窟园的四角袂当收割，拢是爱收割了，因才会当去捡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路得有可能伫遮有一个误解。什么款的误解？伊掠做我只要去迄个园内底的人稳准，我就会当去啊，我就会当去啊。伊有可能有这个误解。路得记第2章第3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伊就去园林，缀伫收割的人后面捡麦穗，真拄好。这窟园是以利米勒的亲族波阿斯的。这个新学家有注意到，这其实是2句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新学家咧要第一句是路得先去第一窟园要捡，结果互人拒绝，因为伊毋知影规矩。咱来知影，伊头前的误解就是伊毋知影规矩啊。所以第2句，伊下去第2窟园内底
真拄好，迄区园是波阿斯的。路德记第2章第4节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拄迄时，波阿斯对伯利恒来，伊对受割的人讲：愿上主甲恁同在。因就应伊讲：愿上主赐福你。虽上，咱爱知影波阿斯伊有一个管家，就是咧管遮个做田的人。咱等下读到吼，就是有一个管家咧管理做田的人，因咧做田，所以做主人的伊其实免来园里，真拄好。迄天伊拄好来。伊所做第一项代志，就是请安。这毋是咱时常看见的甲人见面的迄个小弄，这毋是哦。这个把软，这个把软的意思其实甲以马内利较类似，意思就是只有上帝甲咱做伙伫地，咱才会当得到真正的祝福。只有上帝，因拢讲把软啊，把软。这个把软其实就是愿上主甲恁同在，或是愿上主赐福你的意思。所以有2种意思。上帝甲咱同在，就是上帝要赐福互咱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亲像耶和华祝福满满这条歌的歌词作者李信仪姊妹所见证的，伊写伫教会公报第3444期顶头安尼写，伊讲：伫日本时代宣教师传福音，用讲锣拍鼓吸引群众。我的阿祖当年因为家庭的关系，就家己带伊的囝儿流落街头，就安尼听见讲锣讲鼓的人大声讲：来信主耶稣，耶稣是孤儿寡妇的主。因为即句话，点到了阮家族信主的火种，互我通得到真侪得到福气的后代。后来李信仪姊妹去到美国读书，1996年，伊顶赞美之泉来到台南龙田长老教会，要去迄个龙田长老教会学乐的路人。伊看见迄个台湾庄脚的景象，伊就写落即条歌的歌词。即条歌我想咱真侪人拢真熟，叫做《田中的白灵丝，无欠缺啥物》。山顶的百合花，春天很芳美。李信仪姊妹伫这个伊所写的文章安尼讲，伊讲吼，伊去美国听着美国的国歌，伊就想讲，美国国歌是安尼吼，安尼我嘛想过要来做一条台湾的国歌，所以这条歌其实有这款的意思。总是不管安怎，这拢咧讲一项代志。咱听这个歌词，看这个歌词，就知是安那这个歌词会互咱感动。是咱知影，就亲像这个歌词所讲的，迄个白灵丝是安那会免烦恼，因为知有上帝要供应。这就是上帝祝福满满要紧的来源。路德记第2章第5节到第7节刷落去，咱读到这款的内容，做伙来读这个对话吼，做伙来读来。波阿斯问收割的工头讲：这个少年查某囡仔是啥物人引导的？收割的工头应讲：这个摩押的女子是带拿俄米对摩押地转来的。伊有讲：准我伫收割的人后面捡落来的麦穗，伊对早起无用到哪。拄啊，才伫寮仔歇困一时仔尔定。伫古早，特别是伫迄个时代，女性并无独立自主的权，所以一个未婚的女子，就是属伫老爸家。
一个已经结婚了后的女子就属伫丈夫的家，所以普阿斯一个看到边仔有一个青婚的妇人人，就问讲：啊，迄是啥物人引导的？毋是问讲啥物人哦，是问讲啥物人引导的，就是安尼吼。啥物人引导的？所以咱注意到，这个萝卜，这个工头在介绍的时，并无介绍伊的名，只有介绍伊一个真特别的身份，叫做摩押的女子。然后，这个恳求，这个要求真特别，因为这个翻译顶头可能嘛有一点点仔问题。因为翻译顶头准我，伊讲，个工头讲，路德有安尼要求讲，准我伫收棺的人后面捡落来的未遂，这个其实并无问题哦，因为律法就安尼写，总是原文其实是袂当伫迄个已经绑好的未遂来摕，了解意思吼？已经绑好啊，迄个属主人的，迄袂当摕。所以原文比较较接近，路德是咧要求一个特权，听有意思吼？原文比较较接近，路德其实是咧要求一个特权，因为伊若缀伫迄个做工的人后面刻，这是律法允准，无需要征求同意。总是伊有一个征求，伊有路德有一个恳求，然后看起来，这个收棺的工头毋敢做主，就等波阿斯来决定。路德记第2章第89、第90刷落去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波阿斯就对路德讲：查某囝。我甲你讲，毋通去别个人的园囑，嘛毋通离开遮，就缀我的女工缀互条。看工人伫倒一捆园底收割，就缀伫女工后面囑。我已经吩咐工人，袂用得甲你创治。你喙干的时，去水桶遐。啉工人抢来的水，咱爱知影，路德是一个勇敢行动的女性。伫伯利恒，伊知影外国人的身份，互伊真醒目。总是路德将有可能会互人欺视即款的烦恼放一边。伫园林，虽然伊缀伫这个工人后壁来捡未遂，其实是上帝律法所允准的。总是咱爱知影，安尼做的女性，可能毋拿路德一个人。上时安尼做的女性，是上低，大人拢知影，因是上低贱、上弱势的。所以往往这个女性也真有可能。拄着人会创治，甚至互人掠走，拢有可能。所以这个时阵，路德的身份差不多众人知。伊的丈夫过身，伫一个父权的社会内底，女性只有借着男性保护，才会当受到尊重。路德，咱通讲伊一无所属，虽然搁若属伫拿俄米，其实伊一无所属，因为拿俄米无法度互伊保护，所以路德搁特别的危险。因为安尼，路德提出来迄个要求，就是要求互伊伫人绑好的下骹有落出来，伊会当捡。其实也是保护家己的一种方法。总是咱来知，波阿斯伫遮所讲的，毋若答应伊，上时是
保护伊，伊爱路德缀伫遮女工的后壁缀护条。咱爱知影，伫路德记第1章14节，咱嘛读到即字，即字叫做缀护条。缀护条就是安怎？伊毋甘搭家，路德毋甘搭家，所以我要拿缀护条，迄个毋甘。然后伫遮，迄个缀护条是波阿斯提醒路德，你爱保护家己，你爱保护家己啊，免受遮个工人的创治甲糟蹋。路德记第2章第10节刷落去，咱就读到这个对话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路德就拍落去，跪伫涂骹，对伊讲：你哪会对我遮尔好？遮尔关心我这个外国人？咱爱知影迄个，毋通将伊当作读圣经吼，爱当作对话。迄个对话就有关系哦。吼，读圣经爱有关系才会使。波阿斯伫遮所做，其实等于是为路德提供保护。是安那伊要安尼做咧？路德记第2章11节刷落来，咱听到波阿斯的应答，做伙来读来。波阿斯应伊讲：你的丈夫死了后，你对大家所歹势，你对大家所做的一切，人拢甲我讲啦。来住伫即个青训的人中间，迄是大家哦，吼，毋是大家哦，不是大家哦，是大家。咱知影大家的意思，台湾话大家的意思。所以波阿斯是咧讲，我听见你的事，你愿意放弃恁厝里的人来到异乡，毋通掠做。你无互人看到，毋知你愿意军队大家委身伫死者甲拿俄米，大家拢咧讲，所以波阿斯即时重新互路德一个评价，伊爱伊毋通看家己的身份叫做外邦女子外国人的自卑，伊爱伊讲你所做。应该受到推崇甲敬重。路德记第2章12节刷落去，波阿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。来，愿上主照你所做报答你。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是古的避难，愿你对伊得到满满的报赏。咱来知影上尾波阿斯是。对路德一个祈祷呢，伊是一个祈祷甲望来结束因第一遍的对话。伊恳求上帝的实会当保护伊的子民，包括这个愿意投靠伊的外邦人、外国人的身躯顶头。诗篇。第91篇第4节，诗人是安尼讲：伊讲，伊要用石甲你压地，互你美伫伊的石膏下，伊的信息做大水的盾牌，保护你。诗人的描述，上帝有实。其实毋是上帝有失，是上帝保护要全人伫伊的百姓内底。咱爱知，路德一开始互人注目，其实是因为伊是外国人。外国人去到倒位，其实拢一定看起来无啥共款。咱嘛应该承认，伫现实的生活内底，真侪人咱看到。但是咱看，搁咱无看的。唯外国人嘛是安尼，咱看，搁咱无看，因为咱就有当时会惊甲外国人讲话。总是有时阵，这外国人，这包括外籍的移工，
有时阵包括经济亏欠的人，包括家庭破碎的人，包括精神患者，甚至包括同性恋等等。随上这的人是厝边，因是厝边，总是咱有时有看，搁若无看的。亲像因无名，就亲像这个罗伯所讲的，迄个是摩押的女子，无名。当路德出门的时，伊的身躯顶头就有一寡互人看到的标志，叫做外国人，是一个女子，是一个寡妇，是一个捡未遂的。当时，伊正做以色列中上弱势的人，搁较被排除伫上帝圣会的外口。事实上，即款的情形到耶稣的时代嘛安尼，真侪人互人看到，搁若无看到，包括抽象的、长期摆卡的、太哥、贵妇、青梅、耳孔无听的、血流的，就是迦南的妇女。所以咱读到马可福音第6章第34节的时阵，咱会读到安尼：当耶稣想讲要去休困一下，结果无拍算，伊拄到即款的代志。做伙来读即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上花，看到一大群人，就可怜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，伊就假是因真侪项事。咱来知，咱的主拢会看见，伊会看见人生命中迄个可怜悲哀的代志，伊会看见人渴望要改变，伊会看见人亲像无牧者同款，需要牧者。当伊看见，就有怜悯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叫做福音。就亲像波阿斯，伊看见路德，毋是用特殊的眼光，是用上帝怜悯的眼光来看路德这位外邦的女子。路德记第2章13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路德应讲：你对我遮尔好，虽然我做你的女婢，嘛袂堪得。你要顾安慰我，佮对我你的女婢轻声讲好话。咱来知影，伫迄时，路德是一个真难得、真做一个自主的女性。伊家己决心离开家己的故乡，伊决定要缀伊的大家到伯利恒，然后伊决定要落去田里，落去园里。所以伊真难得，伊是一个自主的女性。总是伊知影目前的因无能力，只会当瓦靠稳定。所以，伊愿意称波阿斯做主。虽然这时伊无互波阿斯来请，波阿斯更较无义务安尼对待伊这位外国人。总是上帝的心意是何等奇妙！无偌久以后，因的关系无阁是参主甲捡未遂的，更较毋是主人甲女婢。是超越者的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若毋是上帝恩典，啥物人想会到？1990年的6月，同款是6月，差不多30几天前，波士顿的《环球报》报道了当波士顿有一场的喜宴，迄个报道是安尼写，伊讲有一个女士。由伊的未婚夫来陪同，去到波士顿市内上高级的饭店凯悦来订喜宴，因付一半的定金，
然后两人唔知安怎要架喜帖的时，这个新郎突然间，伊就答新娘讲：我感觉咱会当卖做伙。临时就来讲我要退婚，所以这个受气的未婚妻就去到凯悦，想讲要取消这个喜宴，想袂到经理对伊讲歹势，这个合约我都改变，阮上最只会当退你1300块，所以现在只有两个办法，你摕1300块回去，剩的你就当作了伊。若无，你就搁付一半的定金来办婚宴，照时办婚宴。这个新娘气噗噗，总是伊想起，原来伊10年前慢慢无厝通住，住伫迄个收容中心。当伊已经重新徛起来，找到好的头路，有一寡迄个赛车。所以，伊决定用伊的赛车，互波士顿送乡的人好好享受一个暗暝。所以，伊就毋是寄喜帖，寄邀请函去到各波士顿的收容中心，将迄暗的主菜换做 chicken。迄个咱爱知影 chicken 是啥物意思吼？迄个英文的意思就是迄个。无胆的人啦，因为咧 chicken， 所以主菜就换做 chicken， 迄个无骨的鸡，来纪念这个新郎临阵脱逃。所以1990年的6月，同款是6月，某一天的暗时，平常只会当伫粪扫桶内底找别人食剩披萨的人，因坐伫高级的饭店内底享受一顿法国菜。凯悦饭店的这个 waiter， 因穿水衫的迄规丝的燕尾服呢，咧服侍遐个摕管仔入来，摕迄个四脚椅仔入来，穿插无真整齐的士大人、流浪的人、捡粪扫的人、有毒瘾的人。伫即暗，因暂时将遐艰苦的街头生活来放散，坐伫高级的饭店，食香槟、啉香槟啦吼，食巧克力蛋糕，缀迄个乐团的旋律，直到迄暝的暗时。我真爱这个真实的故事，因为这个真实的故事在咧讲稳定。我相信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上帝拢是用伊的实骨咧压的，甲咱保护的。总是只有咱亲像路德共款，虽然拄着拒绝，或是困难，总是咱拢通会认得，原来这拢是稳定。若假使会安尼，咱认得这是稳定。咱就会晓去分享，那安尼，这个祝福才会真正伫咱的生命内底满出来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怜悯阮。有时阮所得到的稳定，阮毋知；有时阮拄着你的时，阮毋知。求上帝帮助阮。互阮知，你的祝福确实满满。当阮领受你的稳定的时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通对你来得到快乐。虽然阮的生命中，阮会拄着困难，甚至拄着侪人的拒绝，总是主阮知，这个有时阵也是你的祝福。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领受的会当去分享，透过安尼，互人来得到更较大的祝福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求主
再甲来吟541首，将听传出去。会将请起立吟全首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听着分享，唔通流拄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听着分享，唔通放弃，把智慧传出去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听着分享，唔通丢拄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听着分享，唔通放弃，把智慧传出去。请坐奉献，请赵美珠执事、尹立芳执事。会将车起立。当搁一摆来到圣殿来敬拜你，即时我若用你所想事，阮的钱银献上淡薄，诚做你圣工的所路用，阮求你欢喜甘纳。安尼祈祷，恳求感谢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，阿
门。会众请坐。报告大兄，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。伊要用实甲恁压地，互恁秘伫伊的19个伊的信息做大细的盾牌，保护你。诗篇91篇40，请。甲你压地，互你秘伫伊的19个伊的信息做大细的盾牌，保护你。诗篇91篇40，伊要用实甲你压地。互你秘伫伊的19个伊的信息做大细的盾牌，保护你。诗篇91篇40。咱来看第一页，周间各项的聚会，主日2教育部的课程。第2页是小组的聚会表，奉宴的名示。请咱家己来看，若有顶台来请接合办公室，也是中级消息报告。咱请迄个先请牧师来介绍咱亚东剧团，亚东剧团就来吼，咱来请亚东剧团小姐妹伫咱中间来甲咱分享亚东剧团的代志。今仔日咱特别邀请伊来，是因为咱今年的11月第1主日，就有定要邀请亚东剧团伫咱这个主日这个所在来演出。所以迄天咱会当做咱今年庆生。因为咱堂教会生日是11月第1主日，所以是咱堂教会庆生上是也是福音主日。所以对即时开始，我特别邀请咱大家来准备心，为着这个主日来祈祷。咱要邀请真侪人来遮，咱嘛要邀请亚东剧团来甲咱演出。然后这个演出进前因伫暑假有侪活动。随上亚东剧团伫过去这2-3冬来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有受到侪的困难。总是因透过安尼有一寡转型，所以因特别今仔邀请因来，像是嘛伫路口有预备，所以要邀请咱一个用预备、用祈祷用奉献，望会当帮助因啦吼，互因会当度过这个时间。这是我要请咱拍扑仔来欢迎小姐妹伫咱中间，好，咱来听亚东剧团淡薄的分享，来。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可以第一次来到桃园长老教会，来跟大家一起分享。我想大家对亚东剧团不陌生，因为我们过去都有到教会来请安报告。那我也特别谢谢教会邀请亚东，就是11月份到教会来演出服事。那我也想分享一下最近亚东的一些消息。这一年来，我们上一次来应该是去年。对，所以这一年来亚东到底发生哪一些事情，请大家兄姐一起为我们代祷，这样子。OK， 我可能麻烦同工帮我播放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圣德的圣德基督学院里面。那我想问在座弟兄姐妹，你去过这个剧场的，请举手。OK， 好的，请放下。有些人已经去到这个剧场过，但有些人还没。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剧场，其实很清楚的3个目标，就是展演、培训跟拍摄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其实非常不容易，是我们来到这里2年的建造，2年的营运，我们就碰到3年的疫情，所以很快的8年，就将近快8年的时间就过去了。那疫情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当然祷告说，上帝，那对很多单位来讲很不容易，是人家进不了剧场，我们也出不去演出，那该怎么办？那时候我们刚从美东宣教回来，我们记得疫情第1年的时候，其实最严重不是台湾，最严重是海外，
特别是纽约那边疫情大爆发，我们又刚从美东回来，我们就很担心那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想说，那到底可以做什么？发现他们有钱都买不到口罩，而我们手上有口罩，我们团长就说，那我们就把我们手上的口罩聚集起来，寄到海外去给他们，看看能不能帮助他们什么。结果从此一寄第一箱以后，我们在一整年都在打包寄这些物资。所以上帝让我们从美东开始寄到加拿大，从加拿大寄到法国，从法国寄到非洲，这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。过去亚东海外宣教是用团体，我们真实的去海外跑，可是在疫情第一年，上帝却用这样的方式带领我们跑。那第二年换台湾比较严重，我们想说啊，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团长说，我们不是有同工会做烘焙吗？不然我们就来做个烘焙好了，看看有没有能够有一点点维生这样子。没想到我们听到新闻上讲最多的就是医护非常辛苦，没有办法吃东西。然后我们看到以后，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来做烘焙，真的是最好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做烘焙，一包包的烘焙送到医院去，还附上我们手写的小卡。我们从医护开始送到偏乡的孩子、戒毒中心，还有老人中心等等。那其中有一个见证让我们非常感动，就是有一个刚进这个戒毒中心的年轻人，他20岁，他收到面包的时候，他看到上面手写的小卡，他觉得上帝在对他说话，他不能够再继续吸毒下去，他开始跟他的父母亲写信对话，他的爸爸妈妈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这个孩子怎么会愿意开口对话？后来他的爸爸妈妈还跑来聚谈跟我们道谢。其实是我们能做什么吗？不是，是上帝的灵亲自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工作。去年12月，这一对爸爸妈妈受洗，而且在教会里稳定服侍，而且这个孩子决定他将来要读门训中心，去帮助跟他一样的年轻人。我们真的看到上帝的爱真的很奇妙，透过当一个人愿意给，当你愿意去给出去的时候，上帝就把那个祝福透过你给的过程中给出去。这个疫情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学到一个最宝贵的功课，就是不要看我们所没有的，而是看到需要在哪里，就给出去。上帝一定会持续的来引导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主的走过疫情的这3年，我们还活着这样子。那对我们来说，这疫情其实我们很在乎的就是到底我们的戏剧该怎么分享出去，所以我们成立了亚东 YouTube 频道，把我们过去演出的戏剧，还有我们近期的一些舞台上演出的片段，都把它放在这个频道上，有圣经剧、儿童剧、婚姻剧，还有小楚茶经等等，大家都可以上网自行去点阅，然后或者传给你的亲朋好友看。那去年疫情比较缓和的时候，我们的团长跟我们导演搬到加拿大去，在那边成立了一个亚东的国际事工部。那其实对我们而言，我们一直在寻求海外需要有一个基地，因为我们常常到处飞来飞去，其实这样做一个事工其实是很不容易的。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上帝开启很多不同的，过去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华人宣教，那这样一过去以后，我们发现对白人，特别对中国人或者是我们各种族的人群有更多的连结。那我们第一次跟国外的剧团合作，上个月我们刚结束了在那边的演出。那我们期待明年 Golden X 这个戏可以回到台湾。我们希望就是把台湾的资源带向海外，把海外的资源带回台湾，在福音的事工上一起效力。所以请大家持续为我们的国际事工来祷告。另外就是刚刚牧师提到的《金花》，这是一个圣经剧。那当我们搬到中立以后，我们发现说，客家人非常多。我们的团长就在想，我们怎么对客家人传福音？我们既然是演戏剧的，那我们就要演客语圣经。客语圣经剧其实非常不容易，特别对我们的团员来说是完全不会客语的时候，大家硬背，然后客语又有好几种语言，有时候海陆腔，有时候四件腔、大埔腔，各种腔调转来转去，是对演员来说都是一个考验。但是为了服侍，我们还是愿意去，因为当我们用客语去演出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当我们用他们的母语的时候，那种种族的认同是非常强烈的，他们的心就非常的柔软。所以请大家持续为我们祷告。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去彰化演出，然后我们还会11月份陆陆续续，我们11月份就是到教会来演出，也请大家持续为我们祷告。那另外我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这个是我们去年新创的一个活动，叫 Nerve 情境式创意剧场。过去到亚东看戏，或是我们到教会演出，弟兄姐妹是观众，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弟兄姐妹成为角色，
跟我们剧中的男女主角一起来体验。那这是一个游戏结合戏剧结合信仰的活动，我想让大家直接来看一段小短片，然后让大家直接来了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活动。瞄准目标，击发子弹。亚东剧团将 Nerf 枪战结合情境式剧场，带领玩家加入公主或是王子的团队，化身故事中的勇者，要一起讨伐喷火龙。拿好手上的武器，瞄准眼前的靶，为等一下的实战做预备。只不过还没有出发，两队的小队长就闹翻了。王子想要直接去打喷火龙，他在想什么啊？我们当然要训练啊！直接去打就好啊，而且还要我跟那个伊丽莎白一起，开什么玩笑啊！我觉得好喘，非常投入，整个就是已经 enjoy 在里面了。由绘本衍生的情节，在枪战当中结合亚东剧团的本业舞台剧，从声音、灯光、场地到表演都不马虎，就是要让所有玩家身临其境，从骄傲自大的王子和勇敢不放弃的公主身上学到人生的课题。好，朝着红色目标，预备 ，One Two Fire！ 短短的游戏时间，不仅玩得开心，也看见人性的转变和突破，以及团结面对困难的精神。其实这个从品格教育，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材。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的层面上面来讲，我们其实也可以说，好朋友是为你舍命的。那有一位最好的朋友是谁呢？就是耶稣自己，他为羊舍命。用戏剧和故事打造舞台，用游戏让玩家亲身经验。无论人生面对高山或低谷，只要有人互相帮补，就不孤独。好，这是我们这个活动的介绍。我想大家看了以后，一定会觉得这是年轻人的活动，对不对？其实当初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 Nerf 的跟戏剧的结合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一个同工在祷告的时候跳出了 Nerf 这个字以后，我们就在想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试玩了一场。然后发现从5岁的孩子一直到80几岁的年长者，整个2个小时的时间，把所有的3C 都放下，都没有去碰。我们就觉得是哇，这很棒，这是在这个时代里面，其实关系很远离。我们想透过这样，让大家可以放下3C，建立关系。那去年有一湖口长老教会的那个年长者的叔叔伯伯们，大概平均70几岁，他们也玩了一场，然后告诉我们说，哇，他没有想到我们也可以这么年轻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团队合作，里面讲到牺牲的爱。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情境式的活动，带领更多的为信者可以进入到剧场来。所以请弟兄姐妹把握这个机会，我们7月份开始演出，一直到现在会加场，加到9月10号。每一周的4、5、6日，我们都有场次。那欢迎大家会后如果想要了解，可以找我来报名。那另外就是剧场，我们既然有一个基督教的剧场，我们希望这个由弟兄姐妹奉献出来的剧场能更多的跟教会结合，所以我们办了一些活动，我们有一些剧场的幕后导览，或者是来到剧场还有灯光情境的体验，或者是舞台角色的扮演。然后或者是手做烘焙、手做手工艺等等，我们盼望就是透过各样的活动，在当教会有半日游、1日游的时候，可以来到剧场，让为信者透过不一样的方式来认识上帝。也请大家持续为亚东来祷告。那我们做这么多事情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圣经教导的，用诸般的智慧传福音，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也希望跟教会一起连结，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请大家持续为亚东来祷告。那会后我有把一些义卖品，如果可以，请大家用行动、用奉献、用购买产品来支持亚东。愿上帝祝福大家。来，咱多谢邱瑜如姐妹伫咱中间的报告啦，吼，咱来拍捧啊，多谢伊。伫这个咧接协的过程内底，我着带瑜如姐妹讲过讲吼，大概30几冬前，亚东剧团的前辈，着捌来汤教会来带这的青少年，辅导青少年。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也继续。当然，因迄代拢已经大部分拢不在第一线上啊。不过，
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这个事工、这个剧团真正会当感动人，不管是伫倒一个世代。咱来看今仔日的报告第3页，今仔日有下半年的事工协调会伫华语礼拜结束了，伫701办公室来召开，请中级各团契的首长同工来出席，煞接来开中级会甲小会。后主日，阮要来分按半年度的行事历，行事历已经有草稿伫后壁，今仔日就会当来决定。教会消息，台湾转化教会7个步骤，小会的教会研习会伫6月22到23号，拜4拜5，上午9点到暗时6点30分，或者30分伫咱隔壁，伫嘉南教会来举办，报名费1000块，请来向办公室来报名。若课程全部来上了，教会会当专业来补助。第二，请各区长向办公室领取65岁以上6月份生日关怀礼券。第三，哎呀，幸好有你，这就是咱青少年朋友伫7月5号到7月9号伫暑假的时阵，是暑假的时阵的活动，咱来邀请咱伫迄个升小一到国一的咱的学生，咱的青少年朋友，赶紧来报名。具体消息，本会陈阿全兄弟陈俊义兄弟的爸爸，伫5月26号安息主怀，享年97岁，请咱关心代祷。以上报告，来，牧师来补充。毋知有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也无？若无咱大家拢即礼拜第一遍来啦所以等一下。请行平安礼时阵，好好甲附近的兄弟姊妹好好请安。好，咱吟圣诗402首，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。来，非常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恳求你甲我大脚步，假使我仍然欠你施正，在我大日遵守你改变，互我的目标最坚定，对这因错是未来，这是我人生的真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请听圣歌队的尾奏尾唱。
灭倒，电角。咱来行平安礼，耶稣听你，愿你平安。